嚟到2026年，屬狗嘅朋友喺馬年整體嘅運勢都唔錯。狗同馬咧係三合嘅好朋友，有太歲呢個朋友照住，加上仲有三台華蓋地解三粒吉星助力，自然就更加順利啦。第一個係三台星，代表事業更上一個台階，步步高升，亦都代表我哋喺職場上面嘅威望同埋號召力會越嚟越有力。咁而華蓋星咧係代表才華橫溢，有獨到嘅思維同埋想法。屬狗嘅朋友喺馬年可以多往事業度發展自己嘅特長，會更加容易俾人睇到同埋得到認同。同時華蓋星亦都會引嚟孤芳自賞嘅孤獨感，因為太專注搞事業而忽略咗身邊嘅朋友。而地解星係可以幫我哋逢凶化吉、遇險情長嘅吉星。同時馬年亦都有三粒凶星咧，係要稍微注意一下嘅。一係五鬼，意思我哋身邊會多咗一啲小人作怪，但係影響唔大。但係我哋平時都要盡量遠離一啲無謂嘅小人，以免影響自己心情。另外咧就係官符星，代表官非訴訟、口舌是非。另外就係披頭星，對屋企嘅長輩健康咧都會略有影響，但係因為有地解星嘅保護，凡事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整體嚟講，屬狗嘅朋友馬年都會比較自我而孤獨。咁我哋咧可以先將感情放一放，專注事業嘅發展。特別係職場上邊有利於升職加薪，有目標創業嘅朋友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時機，可以充分發揮同埋展示自己嘅才華，而獲得豐厚嘅利潤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